文说金刚经，心开我界。各地本性自有法界之地，自用智慧相关照顾，不假文字，譬如污水，不将无有，原是良人兄弟，令一切众生、一切车目，有情无情，世界妄论，逼穿众流，逐入大海，合为一体。众生本性法界之地，亦复如是。咱今日这句话就是咧，比如一个引申啊，咱就是法界之地。世间的物件，这物件，这水，这桥啊，这物件流入大海里，这大海是较低，所以后边后尾一个，比如咱是主线，即摆来，即话就比如咱人的保养，咱人的心念，欲大成者。欲最上乘者，这两种人吼，欲大成者甲最上者，叫菩萨，甲最上，咱所讲叫做无为性吼，最高的一性就是本性吼。因这两个当文说金刚经，心开悟者，伊去闻到这部金刚经，了解自性这不净不假，不离不实，各地本性。自有法界之地，本性自有法界之地。大道理，因为咱讲，因为伊普教，何其出现本主普教，何其出现不行变，何其出现这两个明显来啊，这是因为做方面，伊后了拢会有共鸣。但是这个欲大成者，欲最上者，咱理解是安怎讲？大成人最上人，大上成人甲最上成人，毋是伊个专利，这点咱要了解。你若有可能大成人，你嘛有可能最上成人，就是看你那个，看你那个。这个大成人就是三种法子，有这样讲。伊是咧读书，伊是咧写书，读书写书伊个读册，当然啦，规定个读册，但是咱年轻咱就文盲唔爱读，所以咱读不起。咁是安尼，咱来认真读，咱咪得到读大家写书面咧，唔可能特别好去，对我所以咱来就是啦，咱基本上就是就线，好，咱就就线，所以咱学习，咱嘛是那对吼。但是伊利用文说金刚经，心开悟者，是安怎讲大圣人，最上圣人，文说金刚经，伊才无讲小圣人，伊才无讲300个众生，因为300个众生甲小圣人伊根本就听无，伊根本听无啦。阿罗汉伊就知道听无，咱无走无做。不离法经，恁就是阿罗汉。因为不咧讲法经的时阵，阿罗汉无像阿罗汉的形象，就讲这是大个百姓，因为听无走，我该做嘅，唔免得去变见，因为我今日就走，所以不得已，我这个人，伊我就讲啥，就参照这个菩提果的义，菩提这个菩提这个义嘅咁样拿。要教育，拜这是叫拜，跟你讲伊要先学上，这个有地位。所以咱今日不知影阿罗汉，不知影讲300个众生，伊要听我这部经，毋是安尼简单，所以伊无直接讲到小圣人，
无直接讲到天然上面的就今日咱一般的历史，咱过去，阮离金风景的第当地事业有几乎3、42000现金，当咱过去，咱伫倒业，咱伫倒市一定有收这个法，咱有收到这个进这个现金啦，所以今日会当来听来做。咱今日嘛，咱来论说金风景，咱当年啊，你合作，后边金风景，我们哪一个听过？好，当然，听大家是啊，真这个。我不简单，听到你是一个要震撼的，我不是，我本来要关门的。因为你那你想要讲的，我无管你若找文字了，你慢慢记啦，那个就是个那个玩笑哦。所以你有这个因缘，有这个根基，当时我就做一边的事。我无爱听，我只有你们听。我讲金风景是讲故事，所以我哋金风景里面啲做金风景故事。讲40多集，用90几小时，用到对面讲一个讲2小时，但现在讲时间紧，一个人讲唔开，所以你讲吼，紧，所以呢，这个风景吼，但是你最上心的，咱今日咱结果者。拢是一个上圣人，嘛是一个最上圣人心态，因为你来讲，咱讲你这心态变，你这心态当发无上正定发所以呢，我的本性伊来讲我的本性自有发展之地，伊本来就少的啦，自有嘛听好无？我的本性自有发展之地，才来讲。我的本性自有发展之地，这个本性都赋予迄个地位in内底。但是讲，因为你的地位看不了，并招地势；你的地位看不了，你并招聪明。迄个聪明，叫做世人聪，迄个是叫做地位。因为迄个聪明，咱我早就讲，迄个聪明就是做计较、做比较、做分别。迄个心来做取向，你若袂读进，我讲不一定做，因为你的思维，迄叫做聪明，迄叫做地位，迄就叫做地位。所以呢，咱个地位就是叫聪明人教育你。谁叫聪明人教育？因为咱地位叫理念对啦，啥个理念？因为理念对执行的课题，理念对实相教育教法。所以你的地位越聪明，聪明。愈了愈清，所以你的地位，所以你看着表象，你无看实相。你的实相人看会到，就是代表你的地位压起来。就甲你讲，专业你都看会到，无看。因为我拄则讲，实相的物件是无明，所以一定要了解。所以伊来讲，辅助对发展之地，主用地位相交互，这个是来讲，咱不可能来看一下主项，因为你跟主义，这个呢，颁奖，然后这个颁奖，内观其心，外观其心，但是咱要甲关照下，伊地位关照。谁能给关照？咱地位关照唔起，伊发是讲，咱的地位就过来了，咱的地位过来，咱有地形这来，所以咱的地位过来了，所以呢，咱啊一直修，一直努力，一直修，一直修，一直修，一直练出来。无修无代志，修了到袂到是对的代志，因为咱愈修愈修，因为愈修愈修，咱我早讲愈修愈修。你的方向不对，咱修到你修 OK，咱修到你修不行，啊，你修到结果，你修到意外，
对不对？啊，我的收入有的，我都有条，咱收入咱的心态袂好势，所以呢，尊用本个基地来管教咱家己，咱无能看现代，咱看别人，咱看别人，收到咱看别人，对不对？别人的行为处理，咱一清楚，咱家己越是咱看袂到，是啊，因为咱家己要无咱家己做好咱做。哦，别人若甲你讲一句了，咱就听袂啊。因为咱你做了别人，甲你讲着你的错语，伊你袂相信，伊你做死了。咱讲信人，不义，咱两个不义不清哦。哦，咱问过这里，咱问过这里，啊问咱问该怎办？问过，我从哪里？啊，若你讲感情，我就来办。咱作为伊是我的先知性，唔可能就变成咱个，伊是我的病。当时我得先生，我的很多，哦，非常幸福的，因为告诉那个，这也是我的很多一些表弟，上班老师就是对孩子的心意，对不对？这个话说，伊是我修经的不是不是，这对。他是我修人入道的上师，修行，那肯定，那排除讲，如果这款人来来，我那个修行，是很对。所以，要这个磨合，咱愈磨爱愈好，因磨哪会？但是咱拢惊磨咧到底是啥好咧？因为咱磨落去。迄个咱吹过有，咱吹过啊，到时爱地吼，地在看，对不对？看米少对不对？迄个米少，迄个米是不能吃，大家你甲我咧吼，按比是米少差，迄个年好啦，按淡薄咧，按叫做磨合咧，怎听？按着磨鱼到泥龙无龙，牛毛一体。不重心体，但这个模糊呢，你我同安尼，不咱家己这个看，哦，不断真的，你这话这里哦，分别咱咱就讲，袂看这小话，叫偏一点，对不对？袂看这句话，你就删袂了。啊，这是不对，咱这是别模糊。修到是修到愈我讲，接到愈我讲接受，愈我讲偏离，愈我讲就这条卡，所有的水流入当中，伊拢袂当接受，不清不掉，哦，不增不减，不多不少，所以呢，不高不低，哦，所以相对必有一相对，相对不高不低，免得不低，做饭到高不低。做买苗栗不公，做生意也免得不不义，不年在都不能得，做生意先地位唔免得有不义，但是咱去无去去怪啊，咱哪能了怪啊？到底是个什么怪？生意了怪就是有变态，对不对？有变态了怪啊，你无变态就了怪，啊你若讲我在讲冇有啊？哦，所以你就是无为，你就是伊个叫热你给打一千字。譬如污水，哦，譬如伊就讲比如污水啦，哦，不种不有啦，哦，凡是良言民币，有一切种一切出有情无情，色个人物，哦，伊讲譬如啦，这比如啦。这个一切污水，伊就讲，比如这个水的吼，不久无有，比如这种应是国对无变无，
印度这个里，伊是原是零天地，咱较早时来讲，这个零吼，加水吼，加水吼，啊是因为伊这个现在这个这大环境啊，讲这个零有一只零咧加水吼，啊零加水啊水加好，应该是甲伊这个可能吼，应该较相信。不可能的原是零，原是零有天地。这个零，这个零啊吼，这个龙，这个零，若要甲讲起来，袂使讲，袂使甲写广播的吼，这应该袂使讲广播的吼。这个零物件就是讲，讲一种，一种的是啥啦？迄个一种零，零零，迄个灵动啊吼，刚刚讲的是讲，在这个地球当中有一种一种变化吼，天气的气候的变化，气候变化吼，变化，这个变化这是一个天气然后热气热气带吼，这气候的一种的形成。这个形成呢，这嘛是一种因为伊的气候的变迁所引申的迄个下雨、风雨，这种物件嘛是为哪呢？为这种的原方面就是这个宇宙的一个定理，物理的定理，物理这种定理，跟后面这种不变，这是不变的。但你这个定理不变了后，你这个力，这边的力，但是热来当中这个气的当中这个变化，气就是这个力，但是力气，它特别都是小，这是很奇效，这个气的气是变化。见龙，见首不见尾，见龙伊的基，这个气象变化，气象。如果咱这个完全了解天地，这个天地完了到，那安尼当中咱请教，你像咱爸爸去在，这个关键模式啊，你个活动天球啦，这个关键模式啊，这个变化啦。一些了，有影有影都唔知，你这领导我都打得住，所以很多这个如何这个现在的科学，这个也所以你咱要做这个脸，练习这脸，见手不见尾，力，它是一个弧形，一形无形，气是变化。变化，变化的让你想的气象，应该是会是一个安好，所以你有这种的语言变化，连一切众生，一切之风，有情无情，该世界无论，咱来众生，咱今仔有水，咱水嘛有水咧，这树啊有水，这树啊，咱来去讲讲，因为它这树啊最热的。新意见，造潜水不要做水还有我那里说炒肉，这个情况，不要连还有做生意，那简单所以呢，你一起就是一起说有情无情，世界无论别穿旧油，旧来啊，无铁，所以最乱别穿危害。水来所以呢，它不一定，所以这水含在水当中是一定。所以呢，因为这部位、这方位，就是咧比如讲咧，用心分析或者是讲东西，咱咧
基地就产生啥大海？哦，一种如是就是啥呢？就产生啥大海？咱得把一切外口的是非，一切的所谓物件，拢总由你这发这地，你地心以外，这发这地，你发这地，因为众生的发这地，众生本身的发这地，这个地你若生出来了后，你可能弄啊一切。你的地若要出来，你若设出来，你设出来，你若设出来，会是啊，你的我，变成那伊我都设出来，就是地的是啊，正常是，发这地就是这样，所以讲，为什么发这地而产无量化的产生？我弄了一切众生的事情里，你要搞到伊的心中了，伊发生这个。哦，这个一方如是，伊用着这段话来比喻，这落大雨啦，一切山河大水啦，鱼大海，这海就咧讲，它这意思，伊就比喻这，所以伊就比喻咱众生这有重量一切，所以咱众生啊，他这地来处理代志，你若是对，你若痛苦，你若烦恼，你若对立。因为你本来就清净无量，你不管什么法理，菩萨法理不能说，但是你不管，所以讲，你做完你到这，到这好，我们这些所在，好，这个是我们各位的信息，时间给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文集。感谢铁人慈悲前道一公，坤道一公。一般向无极岛母行30公里前到一公，再几公，3几公。感谢铁人慈悲一公，坤道一公，再几公，3几公。感谢铁人慈悲一公，实价向无极岛母行30公里前到一公。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一鞠躬，纵下点人师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人一鞠躬，纵下点人师一鞠躬。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谢谢。